法师。因为学校今年呢，开始来讲训班，因为讲训班呢是咱行政经理主办，所以学校呢，怎啊伫咱学校的记事本内底，拢备去拍讲训班，所以有时啊出国，啊若等下就去讲训班，哦。啊，就恁有群组内底嘛有人互我加入啊，所以我想讲我毋免来啊，哦，所以我直接来讲训班。那因为今日咱小管家互我邀请加入咱讲训班的这群组，所以我想讲啊，那天有讲训班，因此我7点半就起来，起来拄啊领领伫遮尔，无半个人，我想讲啊，较有要开班，就看领领的倒倒来。那么当然，咱今日有这个班次的成立。这学习的机会，爱感谢咱的天文书店。那么学校早去咱迄个有节去领领遐找领领，哇，有一个甲我讲，伊前礼拜有来讲训班，讲讲训班来春，伊敢来我小关，敢有领领，啊个赵老师，吼，我嘛3个几个，吼啊来，小可放一电影评了，赵老师再来准备礼后来就下课。讲即摆教育班的边啊，哦，我甲讲，我嘛无清楚呢，为虾米咱爱上的人才，有即种的拢无想要精进的心态，因此，阮2个领领的点文书，就搁今年搁参加讲师群吼，目前2个领领拢有去规划啦。我即个礼拜去平时单位学习，迄个曾秘书长在介绍我的时阵，伊讲的讲。迄个点文书安尼讲来无走来走去，要搁担任体育班的讲师，实际上较吃力啦。哦，啊你看体育老师伊就自编甲我排，下早日子用运动下补起好成运动讲堂的，一工讲2场的，互我较亲密经理是排安尼。你若看像阮这个13月，一工要讲4点钟的课，看迄。体育老师讲叫阮坐用啥物练运动，去兼咧补眠。你看迄有食力无啦？迄即马毋是无几咱命咧，迄即马我要讲是较袂无去徛，单徛你就站袂了。我你若人徛了2点钟内啊，有时我会抽抽咧。啊，因为毕竟体力上也有差，啊，我是